你好，是管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112年市政总预算日前送交了台南市议会，每年度的税率编列有980亿2300多万，税出的部分1025亿外，无够的部分将以借钱来支应。不过日前民进党团刻意加发防疫的补助，但经费到底对对来？对此议会无党联名17号召开记者会，主张退回市府112年的市政总预算，要求增编，而且要将65岁以上的健保费的补助编落够以后，才去送议会审议。因为阮主张65岁以上，这健保费爱编落足啊。因为6都该咱台南无尔，台南65岁的健保费没有编组而已啊。这原因是倒单的，原因是咱台南市政府钱足济，拢免自债，咱拢免自债65岁，我拢编这健保费这长辈唔免交健保费，是下讲钱足济，就是咱黄市长的，念伊遐3000，念伊遐搁要3000，伊迄钱都拢有的嘛。利用选举的人时间来编这个预算，这不对啦不对。所以，阮有党联盟主张阮替咱台南市这长辈65岁长辈争取伊的权益，甲因的福利。前天我们民进党党团又主张应该要有防疫补助会，那有一些条件设定，那大概有50万个一个人口数可以取得1000块的防疫补助。大概是5亿的经费，那民进党团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团，负责任的，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那么他提出这样的主张，就应该要有经费的来源，对不对？那市府的市政总预算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大会里面来进行讨论，所以在8月23号，我个人认为，如果民进党提出这个主张，要来回应他的诉求，那他应该要很乐意，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五党联盟总召我们所提出来的退回112年市政总预算来重编。除了长者的健保费专业补助，另外国民党团嘛呼应民进党的防疫补助，认为要补助就一届补好够，每人2000块，而且是全部的市民拢有。那既然市政府要编，我们就要求说一定要全免，我们再来审这个预算。那在另外一个部分，民进党也有开说，他们针对防疫津贴的部分，他们希望要求补1000元，但是伫阮党团阮要求按2000啦吼，因为既然要补，就补好够。而且是全民都是补助2000啦吼，不要再有什么规定，因为毕竟这个疫情造成大家做这个困扰啊吼，所以伫遮以上阮挺无党的，嘛是挺阮家己国民党，希望讲市政府你要编，就甲预算编好，就是编好编满。黄伟哲市长为了民进党的选举，为了民进党议员的选举。他以绑架这种方式，一下子多3000，一下子又防疫津贴又多1000，安尼无够前无够后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绑架，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预算书撕票了把预算书送回去退回，然后请市政府重新编列，要编足编好，把65岁以上的长者的健保费全免的经费编进来。把防疫的津贴直接编到每一户每一个人有2000块，而不是有排付的一个状况。会中在野党的议员一直认为，市长黄伟瑾伫个任内4档内，不但拒载无甲上限，而且阁累积108亿的剩余款，平均一档有20多亿的剩余。不过出席的财主单位却认为，虽然有剩余，但咱市的累积余储还阁有326亿爱补。如果要编入法定的社会福利，也是需要经过详细的评估。争取民众福利，退回112年总预算，退回112年总预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50年净零排放已经是全球趋势，嘛是咱政府甲产业的共同目标。
伫经济部的支持，工业技术研究院17号伫沙仑立林科学园区举办论坛，同时针对南台湾产业转型的需求提出减碳策略。现场嘛点出超过20项减碳创新科技，希望产官学研共同合作，帮助产业伫这个变局当中找到新的商机，提升竞争力。在近邻的能源供应方面，我们今天有一个余氢的发电，在使用方面呢，那我们也有一个什么物流的 AI 的来提高这个能源的使用效率。那因为在南部这边有很多制造业，所以今天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怎么样去让制程变得更节能减碳。我想这样子的技术我们提出来，有些是马上可以应用的，那有些呢可能就是我们互相来一个研究，来发展一个更多的一个 solution。因为台湾的机械产业啊都是外销为导向，那销到欧洲、销到美国，就是遇到这个排碳的要求。所以我们也是要开始准备从各方面，不管是硬体、软体，或者是你生产的机械设备，朝节能减碳的方向去走，这个是大家的共同要推动的目标。开幕典礼当中，各大产业工会协会代表甲意见领袖拢组织做会，强调2050年净零排放已经不是挑战，而是一定要找机会实现的境界。副市长赵清惠嘛高调以台南努力方向来交换意见。台南的这个太阳能光电城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在进行。这个光电板的这个发电，咱台南讲起来是全国第一，咱现在已经降3个GW，所以在这个发电上面，我们尽了非常多的努力。未来咱的希望讲，我们传统产业的部分，在净零碳排里面，大家共同协助合作，可以像院长提到的，咱的这个工业、载具跟我们的发电这3项的这个先导。领先应该由工研院目前所提出来，尤其是在今天的论坛里面，各项的主题都会去提到，这个是未来的机会。启动医生嘛代表政府甲民间合作，拼净零排放的决心。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面对2050年净零排放的挑战，工业技术研究院持续伫经济产业当中投入创新减碳的科技，其中为了减少畜牧业造成污染，所以研发用本土所饲的藻类来取代进口的大豆、小麦等原料。并且模仿肉类的食物纤维来设计，不止外观同款，连口感嘛真成，食得出是以食物所做的肉。工研表示，目前新店已经有上市来卖。产品上面的物品可以把这个藻类的蛋白做成相关的 TPP， 就是这个层次的这些蛋白质，然后后面就可以给厂商去添加到里面做一个食材的加工。我们可以在类似培根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展出。当然，我们现在跟很多不同的厂商都会陆续来开发不同的产品，那就是导入这些藻类的这方面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同时也有做一些真菌方面的蛋白质的生产，那这些好的蛋白质都是要导入这个食材里面。另外，过去纺织产业所使用的染料99%拢是化学合成的方式来生产，不过现在展现伫大家眼前，用牛布料所做的手提包，竟然是用微生物的技术来染成蓝色，用低碳无毒的技术来代替石化原料。那我们现在使用微生物染料，就是使用纯天然的葡萄糖，它是一个可以永续循环的料源。再者，我们的制程它是没有高温高压，就是常温常压30度C 的一个制程。制程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有毒物质。那我们以微生物做出来这样的染料呢，它的化学物性、化性还有它的结构跟化学染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完全不会改变现在牛仔裤染色的任何一个制程。
所以可以直接推广给厂商做使用这样子。咱台湾有真侪加工制造，甚至是高污染的产业，虽然扮演地方经济重要角色，不过面对净零排放的功课，一定要找方法、找机会，勇敢改变。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林宽路合作台独街已经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事实，其中知名的台独联盟主席张灿宏以及王庆兰、林宗正等人，拢因为大家出名，所以担市长参选人尚玉峰就希望对林宽路二段283号上满星纪念馆开始，从822迄天等于是228的纪念，甲林宽路正名为台独街来怀念民主前辈。全台湾有180几条中正路，哇，台南占了43条，还真是多啊！但是却没有一条台独街，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在228，倒过来的日子，8月22号，那替这些英雄跟英烈，跟替台湾过去这么久以来的民主进程里头，想要去立一个台独街的街牌，所以8月22号，我们将在民权路2段283号立一个牌子，我们的名牌正式改为台独街1号。到时上满星纪念馆将用珍藏25档的22850周年纪念邮票挂号寄到副总统赖清德办公室，以及台独大佬郭宽敏先生，邀请因共同为台独街1号挂牌。另外，王启和先生嘛提供超过200面的台湾独立旗啊，号召台派做伙站出来。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小马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哦，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目前时速进入立秋，正是吃火糕的季节。位伫北安路这间高尾鸡专卖店，少年头家传承父亲的手艺，用几丛的高尾草来控汤，人客随到随点，将乌骨鸡加入红枣、枸杞、加什仔秋含高汤做伙来煮，强调全程无加调味料，要让人客食得健康美味。狗尾鸡是要用那个黑骨鸡肉比较好，是不是？对。阿拉讲，因为香气的问题，伊的汤还有五谷鸡有无？伊黑色是因为伊是足丰富的铁质，所以整只鸡有无都是黑色，连它的内部都是黑色的。红枣枸杞，它进去里面还要再用小火下去煮，然后才会吐出它的甘甜味跟香气。你一进去的时候可以喝到狗尾草的原汤，慢慢滚，它会越来越甘甜，就把那个枸杞的甜度滚出来了。因为现在疫情有稍微缓和了哈，那我想说，这个中药材哈有这个增强抵抗力的这个效果，哦，那又是这个狗尾的这个药材来炖煮哈，这个乌骨鸡哈，它特别有这食补的效果，所以我想说哈，这个来吃一下增强抵抗力啊，不错了。那口感呢？那个狗尾鸡的汤清甜。哦，经典啊，那不涩不燥哈，的确是非常夏天哈适合这个凉补的一道这个料理。少年头家沈玉生为了庆祝该店开幕7周年，加上这2冬来长的疫情，为了鼓励染疫康复的国民，加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只要出示相关的证明，点一鼎高尾鸡就赠送丰富价值真悬的鸵鸟肉一盘。借此来犒赏坚强的台湾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立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向劳动部发展署分家人分署以及高屏澎东分署申请计划通过，办理 AI 数据分析、甲智慧应用人才培训班，以及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分别伫台南大学、树德科大以及华德公家等地开班授课。教导民众学习一技之长。产业性兼并示范计划是承接劳动部的2个案子哈，那预计在9月跟10月会开办。那我们这过去啊，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开办了3个计划，那也成果卓越，也希望16至29岁的年轻人啊，能够参与这次的课程。那我们预计啊，会在台南大学这边，然后以及高雄的华德公家以及树德科大，我们安排了一些术科跟学科的场地。活用了很多一些技术啊，然后很多的一些课程，希望能够让同学们能够好好的学到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就业发展。科技美容保健营销课程的部分是由景星生技公司规划承办，学科课程包含营养学、法规、沟通等等。另外，在术科方面，也有安排专业仪器操作、生技产品运用以及社群媒体行销等课程。
这次课程结合那个我们医美的产业哈，那最主要我们有培训一些像美容顾问师，还有一些产品的行销的管理师，还有皮肤的健检的管理师，所以我们是以管理为导向，那管理来带入到那个我们行销的部分哈。那我们这次也结合我们双子星的媒体电视呢，进去里面做一些实务的一些媒体行销的一个规划实务的训练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有在实习参访的部分配合我们中友的来书咖啡厅里面的一些门市的一些训练，还有门市一些咨询的管理。那未来对于这些我们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的门市里面，他们要介绍客户来做咨询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方便让他们在这个训练里面得到一些实务的部分哈。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轻松的学习，然后实务的学习，然后配合我们这些门市的部分呢，来让他们在未来的就业，或者说他们未来想要做创业，都是很好的一个门市的一个实务训练。AI 数据分析甲智慧应用人才培训班的上课日期是9月13到11月9号。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上课时间为9月28到11月14，而且只要是15岁到29岁以下青年，就当申请免费上课。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请为我们揭晓青年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恭喜青年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中嘉集团108年由中嘉宽屏港都获得金狮奖中有线电视兵家必争，也是最高肯定的年度系统跃进奖之后，今年再次由中嘉宽屏庆联拿下金狮奖的最高荣誉。我们希望能够方便所有人的生活连结，所以我们也推出了 Home Plus 4K 的 Set-top Box 连接有线电视宽屏，让所有的客户，不管是看有线电视、看 OTT、看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科技。今年共计有52家有线电视业者报名参赛，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可见竞争之激烈。中嘉不但夺下了年度系统跃进奖的桂冠，也在创新服务奖获得评审们的一致肯定。创新服务奖得奖的，恭喜港都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恭喜！我当然非常开心啦哈，因为我们入围了很多奖项，但是最后拿到这2个奖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创新奖，一个是跃进奖。那创新奖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产业已经有那么多年了，但是我们要时时想到怎么样创新，尤其是现在的数位时代，创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我们持续要努力的方向。公用频道金银奖入围的有基隆有线电视、嘉禾有线电视、社区服务奖、北建有线电视、新视播有线电视。第22届金狮奖一共包含15个奖项，由评审选出的68件入围作品中，中嘉集团就获得多达15项的提名，占了将近1/4，证明中嘉在全方位的付出努力都得到了评审的认同。地方文史类节目《100种不老生活》也在众多的优质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所以《100种不老生活》这个节目，我们邀请高雄各领域的长辈们来说自己的故事，然后带着镜头重返他们当年的生活场域去做记录。我们希望能够营造高雄的过往风华，透过惊喜对比，让更多人可以深入的认识这块土地，听一下高雄人的声音。每一年的金狮奖都是检视有线电视一整年的成绩单，不论是节目类别还是系统类别，中嘉集团都用心对待，要带给收视户最贴心的服务和品质。记者郑芳佩、萧宇轩台北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